此時此刻，就在你刷到這個視頻的這一秒，全球命運的齒輪正在發出刺耳的摩擦聲。中東霍爾木茲海峽的入口處，P10艘身價上億美元的超級郵輪正在原地空轉，船長們死死攢着拋流器，望着前方不足2海里的雙向航道，沒有一個人敢把國家財富開進這片死亡小巷。而就在這片死寂的另一端，地球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正在以每秒數千加侖的速度瘋狂燒掉它最後的石油底牌。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簡稱 SPR 已經跌破3.57億桶。這場僅僅打了94天的中東衝突，已經生生燒掉了美國14%的緊急原油命脈。媒體在頭條上瘋狂炒作內塔尼亞胡的電話，真主黨的停火簽字，伊朗的談判圓桌。但我今天想告訴你，別看那些隨時會被銷毀的政治廢紙，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不會撒謊的數據，才能告訴你文明倒計時的沙漏還剩多少沙子。如果你以為這場距離幾千公里的戰爭只是國際新聞，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當大國的安全緩衝墊被燒成一張薄紙，真正的大霸決堤將從最脆弱的邊緣節點開始。今天我們就撕開所有外交辭令的偽裝，去算一筆決定未來10年全球國運與你我錢包的底層黑賬。如果你有張足夠清晰的軍用及衛星地圖，請將視線從紛亂的東歐平原移開，聚焦在中東那片熾熱的深藍色海域，阿曼灣與波斯灣交界的咽喉，也就是霍爾木茲海峽。你會看到一幅極具末日魔幻色彩的靜止畫面，在海峽外側的開闊水域，密密麻麻地停泊着一排體型龐大的超大型郵輪。這些長低300多米、單手做價過億美元的鋼鐵巨獸，肚子裡滿載着動輒200萬桶的工業血液。此刻，他們就像一群在深淵邊緣躊躇不前的猛禽，在海面上不安地漂浮着，引擎在空轉，高昂的燃油在消耗，但船長們卻死扣着拋錨的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為什麼不進去？因為那條繩載着全球超過20%石油消耗量，每天必須吞吐2100萬桶原油的全世界最重要的航道，此時此刻正被戰爭的幽靈死死夾住。在大眾的普遍想象中，海峽是一片廣闊無垠的海洋，仿佛船只可以隨意穿梭。但事實上，霍爾木茲海峽最窄處雖然有21英里，可是由於水深和暗礁的嚴格限制，真正括合超級郵輪通行的雙向深水航道，各自只有可憐的2英里，大約也就是3.2公里，中間還隔着一個2英里的緩衝區。在現代戰爭的精確制導武器面前，這根本不是什麼可以任由資本馳騁的海洋。這是一條逼仄的死亡小巷，你完全不需要龐大的航母戰鬥群來封鎖它，只需要幾乎隱蔽的老式水雷，或者機套藏在伊朗海岸線山洞裡的廉價反艦導彈，就能瞬間讓全球的能源大動脈徹底梗阻。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通過該區域的船舶戰爭險保費已經從和平時期的1/1000一極其瘋狂地飆升到了1%甚至更高。位於倫敦的那些精算師們絕不是在開玩笑。對於一艘價值1億美元的郵輪來說，這意味着單趟航程就要憑空增加上百萬美元的買命錢。這些成本最終不會由船東承擔，而是會完美地轉嫁到每一個終端消費者的頭上。而在這顆星球的另一端，華盛頓正在做一件令人脊背發涼的事。美國正在瘋狂燒掉它最後的石油底牌，來填補這個致命的缺口。美國能源部的賬本上，那個被稱為戰略石油儲備的數字已經跌破了3.57億桶。新聞通稿裏輕描淡寫地說，這是2024年1月以來的最低點。但如果你把歷史的坐標軸拉長，跨越冷戰的陰霾和新世紀的動盪，你會發現一個更殘酷的真相。這個數字實際上已經觸及了自1983年里根總統第一任期以來的歷史大底。
戰爭僅僅打了94天，美國就已經燒掉了剩餘儲備的14%。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表象的政治肥皂劇所吸引，媒體聚光燈打在外交舞台上，所有人都在像看馬戲團表演一樣，盯着伊朗的談判代表是不是又回到了圓桌前。所有人都在逐字逐句地分析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那通充滿火藥味的電話，所有人都在猜測真主黨是不是真的在停火協議上簽了字。但今天，我想撕開這些喧鬧的偽裝，我想對你說的，絕不是那些隨時可能被政客們微笑着撕毀的聲明。我想說的是那個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顛簸的全球緩衝電。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但人類的記憶卻總是極其短暫的。早在1987年的兩伊戰爭期間，霍爾木茲海峽就曾爆發過著名的油輪戰。當時全球能源恐慌逼得美國海軍不得發起致意行動，給科威特的油輪掛上星條旗，用軍艦貼身護航。但即便如此，美國海軍的羅伯茨號護衛艦依然被火爐式水雷炸出了大洞，差點沉沒。歷史早已用鋼鐵和鮮血證明，在這片狹窄的波斯灣錯盤裡，再強大的軍事霸權也無法為商業資本提供絕對的免疫護盾。全球能源的供應鏈看似是堅不可摧的鋼鐵洪流，其實不過是一座用極薄的玻璃搭建的吊橋。平時人們在上面狂奔，以為歲月正好，而現在有人正在橋底點燃炸藥。政治家可以用嘴粉飾太平，但資本和數據卻比任何談判聲明都更誠實。14%的消耗，這個冷冰冰的數字，它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告訴我們，這場戰爭對全球能源體系的真實破壞力究竟大到了何從令人窒息的地步？政客嘴裡的和平可以隨時撤回，但燃燒掉的能源儲備，每一滴都是文明倒計時的沙漏。要理解14%這個數字為什麼，讓五角大樓的將軍們和華爾街的資本大鱷們同時失眠。我們必須先徹底揭開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神秘的面紗。這絕不僅僅是一組存在於電腦屏幕上的金融代碼，這是實打實的物理存量。這堆埋藏在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地下巨型鹽穴裡的黑金，絕不是美國政府用來調節日常油價、討好選民的普通錢包，它是帝國的終極護身符，是冷戰最殘酷時期留下的生存遺跡。把時間撥回到半個世紀前，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憤怒的阿拉伯產油國拿起了石油武器，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了極其嚴厲的禁運。那一年的美國徹底體會到了被握住命運咽喉的恐懼。加油站前排起了望不到頭的汽車長龍，踢暴躁的司機們為了搶奪最後一加侖汽油大打出手。龐大的工業機器因缺油而劇烈喘息，通貨膨脹率瞬間飆升至2位數，整個美國的經濟支柱搖搖欲墜。痛定思痛的福特總統在1975年簽署了能源政策與保護法，正式啟動了這宏大的戰略儲備計劃。這些儲備並不是裝在普通的鋼鐵儲罐裡，而是深埋在地下1000米處的天然鹽穴中。這些鹽穴在物理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安全性，它們不僅能抵禦核武器的直接打擊，而且鹽壁的餘變特性可以自動密封哪怕是最微小的裂縫，使原油可以完美保存數十年而不變質。這是美國為了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全球供應鏈前替他們而準備的最後一口氣，是維持大國機器運轉的底層代碼。在人類歷史上，美國大規模動用這不保命錢的次數屈指可數，每一次都伴隨着改寫世界格局的巨大震盪。1991年海灣戰爭，老布什政府為了應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國際油價暴漲，首次進行總統級緊急釋放，偷走了1700萬桶原油。那是沙漠風暴行動背後的能源盾牌。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史無前例的自然災害，
摧毀了墨西哥灣95%的燃油生產設施，條部實政府緊急釋放1100萬桶原油，救活了嗷嗷待哺的美國本土煉油汗。到了2022年俄烏戰爭，拜登政府面對地緣衝突與國內通脹的雙重夾擊，提出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釋放計劃，在短短半年內瘋狂拋售了超過1.8億桶原油，這次是 C 級的放緩，直接將美國的儲備從6億桶的絕對輸豁區攔腰斬斷到了3.5億桶左右的危險地帶。而今天，歷史的鐘擺走到了第94天的中東戰爭，美國在2022年留下的巨大創口，還遠遠未痊癒，緩慢而艱難的補充儲備動作才剛剛開始，就不得不再次打開地下鹽穴的巨大工閥。在短短3個月內再次將5800萬桶原油倒進全球市場的無底洞中，14%的降幅讓總儲備量定格在3.57億桶。這個數字背後隱藏着一個很少有人提及，甚至連很多經濟學家都忽視的工程學災難。戰略石油儲備的釋放是有其不可逾越的物理極限的。鹽穴原油的提取並不是像你在家裏擰開水龍頭那樣簡單，它需要利用高壓水泵向鹽穴底部注入極其龐大的高壓淡水，利用水和油的密度差，將漂浮在上面的原油硬生生地擠出來。每一次注入淡水都會不可避免地溶解一部分鹽壁，導致鹽穴結構的變形和擴大。如果頻繁超量地進行提取作業，這些地下巨型洞穴將面臨永久性塌陷的恐怖風險。這意味着美國手裏的彈藥庫不僅在紙面數量上嚴重縮水，在物理壽命上也正在走向不可逆的衰竭。當米流骨牌開始倒下，第一張牌的倒下往往伴隨着人們無知的歡呼，但最後一張牌的倒下只會帶來無盡的死寂。3.57億桶的儲備看似依然是一個龐大的天文數字，但如果扣除因為物理原因根本無法提取的底部死皮油，以及維持龐大管網周轉所必須保持的最低庫存，美國實際可以調動的能夠自由支配的儲備底牌，實際上已經亮起了刺眼的紅燈。這場中東衝突早就不是什麼偶發的局部摩擦，它正在演變成一場針對美國戰略冗餘極其惡毒的鈍刀割肉。白宮正在被迫用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地緣資方去填補每天都在被戰火蒸發的國際供應缺口。那邀請所有人閉上眼睛想一想，當下一次真正的系統性危機降臨，比如一場更大規模的跨大洋軍事衝突爆發時，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還能拿什麼來充當它的防彈衣？戰略儲備就像是防彈衣裏的高強度鋼板，當你在無關痛癢的前哨戰中就把鋼板生生磨成了紙片，主戰場上射來的第一顆子彈就會直接要了你的命。讓我們把視線從陰冷潮濕的地黑黑禁言語拉回到華盛頓與特拉維夫燈火通明、暗流衝動的權力辦公室裏。最近這2天的國際新聞簡直就像是一場讓人作嘔的過山車。昨天伊朗突然態度強硬地宣布暫停一切關於停火的間接談判，國際原油價格聞風而動，瞬間跳升3%。恐慌情緒在全球交易員的屏幕上蔓延，而到了今天，各大媒體的軟件又開始瘋狂彈窗，高呼和平的曙光再現，談判重回正軌。在這場持續了94天的政治博弈中，台前幕後的演員們正在粉墨登場，上演着精妙絕倫的雙簧與殘酷無情的背叛。我們要真正看懂今天的局勢，就絕對不能被這些表面的喧嘩所迷惑。我們必須深度復盤那通被 CNN 等媒體描述為極其激烈的越洋電話的兩端，是即將重返白宮手握全球最強權力的特朗普，和那位被稱為特拉維夫不死鳥、深諳政治生存之道的內塔尼亞胡。在這通長達數十分鐘的密談中，特朗普一改往日對以色列無條件全方位支持的溫情姿態，展現出了相
人哋原政治學極其冷酷和算計呢一面。特朗普在電話裏沒有絲毫客氣，他明確先要求以色列 B 需立刻縮減在黎巴嫩境內的軍事行動，絕不允許以色列國防軍的地面部隊踏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半步。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盤是建立在中跌海外、無休止戰爭和徹底的碎國內通貨膨脹這兩大基石之上的。特朗普心裏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賬本。如果內塔尼亞胡為了追求所謂的絕對勝利而徹底激怒伊朗，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被長期封鎖，那要國際油價將在幾天內不可抑制地飆升至每桶$120甚至更高。隨之而來的將是美國國內再度失控的零售物價指數，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成本將急劇上升。美聯儲將被迫重啟毀滅性的加息惡夢。對於一個視經濟繁榮為一城即燈的民粹主義總統來說，內塔尼亞胡的任性正在瘋狂地挖掉他執政根基的最底層牆角。然而，內塔尼亞胡有他自己絕對不能輸的生死遊戲。對於這位背負着國內多項嚴重腐敗指控，並在去年10月7日襲擊中城受了巨大安全污點的政治強人來說，戰爭的徹底結束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立即終結，甚至意味着無情的審判和冰冷的監禁。他所在的極右翼執政聯盟絕不允許他軟弱，他必須維持戰爭的溫度，他需要利用這極其難得的歷史窗口期，一舉徹底清除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武裝威脅，建立一個由以色列絕對控制的安全緩衝區，一直推到利塔威河。只有用巨大的軍事山力才能洗刷他的政治污點。於是，在美國和以色列這兩個鐵桿盟友之間，上演了一幕極其詭異和荒誕的戲劇。內塔尼亞胡在通完電話後，表面上對特朗普做出了部分妥協和讓步，通過發言人宣布以軍不會進入貝魯特，但幾乎在同一秒，以軍的重型火炮 F-35戰鬥機和梅卡納坦克開始緊加瘋狂地轟炸黎巴嫩南部尼塔伊河以南的無辜村莊。這根本不是什麼為了和平的停火，而是一從精明智嘅的刺鏗鏘戰術，是在試探美國底線的極限施壓。這從美意之間已經完全無法掩蓋的公開分歧，給遠在德黑蘭的決策者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戰略籌碼。伊朗今天同意重回談判桌，絕不是因為被美國的航母戰鬥群或者以色列的炸彈所嚇倒，而是他敏銳地捕捉到了美以盟友關係之間那條深深的流着血的裂痕。伊朗在用實際行動告訴華盛頓，我可以配合你演完這出外交降溫的戲碼，給你的國內經濟流一絲喘息的空間，讓你免受通脹的反噬。但前提是你必須死死地刪住特拉維夫那條正在發瘋的戰亂。這從建立在懸崖邊上的力量平衡，脆弱得就像一根在狂風中緊繃的蛛絲，隨時都會斷裂。支持談判成功的力量確實在做加法。真主黨在連續承受高層被以色列定點清除的毀滅性重創後，已經流乾了大量的鮮血，內部也出現了疲態，被迫同意了停火方案的基本框架。同時，卡塔爾和阿曼的資深外交官在剛剛過去的周末開啟了高強度的穿梭外交，試圖用巨額的經濟援助和戰後重建承諾嚟誘惑各方降溫。但破壞和平的力量同樣在瘋狂地做成法。內塔尼亞胡的右翼內閣隨時準備用一次新的定點清除來引爆整個中東的炸藥包。這根本不是什麼堅如磐石的和平協議，這只是兩隻精疲力竭、傷痕累累的野獸，在互相打量對方致命傷口時，一次短暫而虛偽的對視。國際外交從來不是道德的頒獎禮，它是兩把頂在對方額骨上的鋒利尖刀。在身體裏的血徹底流乾之前，完成的最殘酷的利益分賬。在這個充斥着算法推薦與短視頻碎片的快餐時代，大多數人的認知邏輯正在被嚴重降維。人們習慣於看到一個表面上的利好新聞就歡呼牛市來臨，看到一個局部的利空消息就哀嘆世界末日。但作為一個長期潛心觀察地原權力與資本博弈底層邏輯的評論員，我想請你立刻停下來，深呼吸，開啟你的雙重透視眼，
去仔細看看今天同時出現的兩個完全相反的宏觀信號。信號一屬於外交層面，談判回來了，真主黨妥協了，美國和以色列在頻繁溝通，各大主流媒體都在描繪一幅晴空萬里、春暖花開的和平途徑。信號二屬於經濟現實，美國戰略石油儲備降到了幾十年來的歷史大底，全球海上戰爭險保費居高不下，數十艘巨型油輪依然在霍爾木茲海峽外徘徊，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是一幅雷電交加，寒氣逼人的寒冬前兆。面對這兩個截然相反的信號，你更相信哪一個？如果你是一個成熟的思考者，正確的答案是你必須同時相信他們，因為他們運轉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理與時間維度上。外交是秒針，它可以因為一通極其短暫的電話、一次閉幕會議上的讓步，甚至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在幾秒鐘內發生180度的劇烈反轉。而經濟現實是時鐘，它的每一次沉重擺動都伴隨着錢的及真金白銀資本的層跌，不可再生物理資源的巨量消耗，以及跨過供應鏈條的物理斷裂。這種如同力學運動般的生物改變，緩慢、沉重、痛苦，且幾乎完全不可逆。基於這種底層的錯位效應，我把這場中東戰爭能夠簽署最終協議的概率從昨天的40%，極其謹慎地回調到了50%。請注意，僅僅是50%，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這枚代表着和平與毀滅的硬幣，此一正以一種極其詭異的物理姿態，穩穩地立在深淵的邊緣。隨風搖晃，即使我們假設最樂觀的情況期即般地發生，下週各方在媒體的聚光燈下簽署了歷史性的全面停火協議。那些天真地以為油價會一夜之間暴跌回戰前水平，全球經濟會瞬間無縫復甦的人，也必將迎來最殘酷的現實幻滅。讓我們來好好算一筆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物理帳目。美國已經燒掉的5800萬桶戰略原油，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補回來？在和平時期，美國能源部為了不刺激和推高脆弱的國際油價，通常只能以每天幾萬桶的極慢速度在現貨市場上悄悄回購，要填補這14%的巨大窟窿，至少需要2到3年的高位回購期。這就意味着在未來的數年內，國際原油市場上將憑空多出一個擁有國家級無限預算的超級買家。這個買家的存在會將全球油價的底部死死托住。你再也別想看到廉價的能源了。比原油儲備縮水更糟糕的是全球航運供應鏈正在經歷的血栓效應。一艘在亞曼灣無奈漂流了10天的超大型油輪，其每天產生的滯期費高達5萬到10萬美元。這些在海峽外苦苦等待的數十艘油輪，其累積的財務成本是一個讓航運公司吐血的天文數字。更不用說，由於戰爭期間大批商船圍繞到被胡塞武裝的襲擊，被逼繞到非洲好望角，導致全球海運力被嚴重稀釋，集裝箱周轉速暴跌，空箱一箱難求。這從全球供應鏈的時空錯配，就像是一場發生在全球貿易網絡深處的嚴重血栓。即便你現在立刻把海峽的血管解封，淤血在全身血管中的消散，運力的重新匹配，也需要幾個月甚至大半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全球能源的定價權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但影響深遠的轉移。當美國的彈藥庫嚴重縮水，當頁岩油生產商因為資本開支限制而無法大幅增產時，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產油國聯盟手裏握着的500萬桶每日的閒置產能，將成為全球唯一的安全日界調節器。美國的能源獨立敘事在這一刻露出了它最虛弱的底褲。華盛頓將不得不重新放低姿態，去祈求利雅得和阿布扎比的配合。短期來看，談判的回歸確實是一個能讓股市出現反彈、市場情緒歡呼的表面好消息。但如果你是一個需要規劃未來1到2年資產配置的理性投資者，或者是需要承擔真實供應鏈成本的實體企業主，你必須看清那個中期的嚴酷現實。高通脹、高油價、高運費的三高地緣日界，絕對不會隨着一張薄薄的停火協議而煙消雲散。它已經變成了深深陷入全球經濟骨髓裏的慢性炎症。
外交可以創造短暫和平的環果，但冰冷的供應面帳本從來不相信政治家的魔術。現在，讓我們把緊繃的視線從漫天黃沙的中東戰場和西裝革履的華盛頓拉回來，放到我們休戚與共的亞洲，放到台灣海峽與南海這片同樣暗流衝動危機四伏的海域。聽完前面關於美國瘋狂燃燒儲備的故事，也許你會不以為然地問：這跟我有什麼關係？美國人燒的是他們自己地下的原油，中東人打的是他們糾纏千年的宗教戰爭。我不過是太平洋西岸一個本分生活、朝九晚五的中產階級，太不遙遠的帳怎麼會算到我頭上？如果你這麼想，那是因為你根本沒有看清地緣政治最殘酷的生物鏈法則。當獅子在曠野上捕獵受阻，開始消耗自己的脂肪過冬時，灌木叢裡的兔子和小鳥往往是最先被凍死或餓死的。美國擁有3.57億桶的地下戰略儲備，即使它已經忍痛放血了14%，它依然擁有全球最龐大的能源安全緩衝墊。更何況美國本身就是一個頁岩油日產量超過1300萬桶的超級淨出口國，它擁有無與倫比的能源戰略重心，它進可攻退可守。那要我們來看看台灣的能源處境，在整個亞太乃至全球主要經濟體裡是一處極其責難的，幾乎沒有任何容錯數的戰略死穴。台灣超過97.5%的能源完全依賴跨大洋的漫長海路進口，這片土地幾乎不產一滴具有商業開採價值的石油，沒有一立方米可以自給自足的天然氣。它所有的工業機器，包括資產期經濟命脈的台積電那些日夜光明，耗電量驚人的巨型晶圓焊，被運轉的每一個馬達都死死地在中東、澳大利亞和美洲駛來的巨型貨輪上。在和平時期，全球化是一首完美的讚美詩。台灣可以通過極其便利的自由貿易網絡買到世界上最便宜的能源，但在今天這個地緣大撕裂、供應鏈大重構的時代，這從絕對的無中心依賴變成了最致命的戰略軟肋。我們重點來剖析一下天然氣也就是 LNG 的問題。由於台灣近年為了追求所謂的非核階段政治目標，強行拔高了天然氣發電在整體能源中的比例，導致其電力結構對液化天然氣的依賴低到了近乎病態的地步。天然氣與原油有着本質的不同，原油可以用鐵灌滿大街儲存，只要有空地就行；而天然氣必須經過極其昂貴的超低溫液化處理，有造價高昂的特重冷凍船跨洋運輸，並在擁有極高技術門檻的專用碼頭接收站進行氣化後才能並入電網。台灣目前僅有高雄永安、台中等嘅少數幾個關鍵的接收站。在炎熱的夏季用電高峰期，台灣全島的天然氣庫存量法定標準只有區7到11天，在極端高溫天氣下甚至會逼近8天的生死極限。這意味着什麼？當貨以木之海峽的油輪不敢進去，當全球的天然氣運輸船因為中東戰火而在全球範圍內遭到各大經濟體的瘋搶，導致亞洲的現貨天然氣價格飆升時，台灣根本沒有像美國戰略儲備那樣的地下鹽穴可以釋放緩衝，它只能像一個在暴風雨中連一把破雨傘都沒有的流浪漢，全盤毫無保留地接受國際現貨市場飆升數倍的瘋狂價格，由全社會的納稅人來承擔這筆巨額賬單。更危險的是進行戰時極限推演，如果中東的烽火向外蔓延，或者台海周邊出現某種程度的長期軍事演習與封鎖，根本不需要發射一顆真實的導彈去攻炸台北的基礎設施，只需要讓那些極度厭惡風險、精於算計的國際保險公司宣布將台海周邊海域列為不保區域，導致天然氣運輸船在海口停滯2週不敢靠港，台灣的整個電網就會在14天內陷入無可挽回的全面癱瘓。引以為傲的龜盾晶圓焊將在幾小時內因斷電而蒙受數百億的物理損失，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遭遇10級地震。
同樣的底層邏輯，我們再來看看作為超級城市經濟體的香港。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密集、寸土寸金的國際金融中心，其自身的能源儲備物理能力比台灣更加局限，甚至可以說香港在本地幾乎沒有任何建立大型戰略後方儲備的物理空間。但是香港在今天的地緣風暴中展現出了一個台灣永遠無法企及的絕對優勢，那就是它背靠着中國大陸這個極其龐大的母體。中國大陸在過去的20年裏，以一種近乎偏執的危機感和超前的戰略眼光，構築了一條全球最複雜、抗擊打能力最強的能源安全防禦線。從跨越中俄冰雪邊境的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到穿越中亞荒漠直抵新疆的陸路輸油管，再到避開馬六甲海峽的中緬原油管道，中國成功地將很大一部分能源進口的生命線，從脆弱不堪的海上航線轉移到了相對安全的內陸中心。同時，中國在舟山、鎮海、大連、青島等地建立起了亞洲規模最龐大的國家戰略石油儲備庫。在極端地緣危機發生時，香港璀璨的燈火輝煌，可以直接依託中國大陸的西起東輸龐大管網、大亞灣核電站極其穩定的電力輸出，以及源源不斷的陸路內聯南方電網來維持。這從由大國體量賦予的此生冗餘，是香港在這場全球能源風暴中最高級的隱形防彈衣。這就是地緣政治最殘酷的分化，同一個地緣陣營釋放出的衝擊波，傳導到不同主權邊界的節點時，所激發的破壞力是完全不對稱的。有的地方靠着深厚的脂肪和儲備安全過冬，有的地方靠着龐大母體的體溫免受風霜，而有的地方則赤裸裸地站在風口浪尖，每一次呼吸都要付出透支未來國運的慘痛代價。在這裏，我為所有亞太區域的投資者和緊密追蹤宏觀經濟的朋友，給出3個在接下來的18小時內必須死死盯住的防空洞指標。第一是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的釋放速度，這直接反映了國際能源缺口的真實嚴重程度。如果持續超量釋放，意味着亞洲買家將在這週後迎來現貨斷供恐慌。第二是布倫特與 WTI 原油的價差，這反映了全球千岸市場與美國本土市場的撕裂度。價差若持續擴大，說明除美國外的亞洲市場供應極度窒息，台港將承擔極高的輸入性通脹一階。第三是亞洲天然氣現貨價格指標，這是亞太地區能源成本的終極晴雨表。在資源匱乏的孤島上，先進的芯片製造工藝可以算出現實世界的物理極限，卻永遠算不出地緣政治對一條脆弱斷裂供應鏈的殘酷懲罰。巴菲特的終身合夥人查理芒格曾經留下一句振聾發聵、值得所有人刻在桌子上的名言。他說：如果你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真相，就跟着數字走，永遠不要跟着故事走，因為故事是人編出來的，裏面塞滿了虛偽的意識形態、自欺欺人的政治正確，以及政客為了眼前選票而刻意偽造的盲目樂觀。而數字是物理世界沉澱下來的腳印，它冷酷無情，不帶任何悲喜，直指事物的核心。今天我之所以在這期內容裡沒有像其他主流媒體那樣去長篇大論地解構內塔呢阿胡那通電話裡的語氣到底是憤怒還是妥協，沒有去無聊地猜測伊朗新一屆內閣的溫和派與強硬派誰最終佔了上風，都是因為我選擇死死盯住那口正在不斷乾涸的地下鹽魚，那跌破3.57億桶被足足燒掉14%的戰略儲備數字。這個數字就像一個冷血的倒數計時器，它無比清晰地告訴我們，這場歷時94天的中東戰爭已經對這個現代文明世界的能源底座造成了絕對無法挽回的永久性結構損傷。即使明天早上全世界的頭條新聞都用粗體大字寫着中東全面停火和平重回人間，我們也再也回不到2024年之前的那個歌舞升平的舊世界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就像是一場地緣上的重病，雖然可能通過慢藥讓表面消退了，
但病人的免疫系統和內臟器官已經留下了永久性的纖維化傷痕，功能再也無法完全恢復。首先，這是全球倉促與戰略冗餘的整體性坍塌，不僅是美國，在國際能源署的統一協調框架下，日本、韓國以及歐洲諸國，他們依靠納稅人資金建立的民間與國家儲備，在過去3個月裏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被動抽乾。這意味着整個現代工業文明對抗下一次黑天鵝事件的肉墊徹底變薄了。如果2-3年後，在世界的另一個資源角落爆發新的衝突，全球油價將失去所有的緩衝剎車片，直接上演極其瘋狂的飆車行情，摧毀無數企業的利潤表。其次，這是不可逆的安全風險日界的永久性植入。那些在霍爾木茲海峽外躊躇滿志又心驚膽戰的船東們，那些坐在倫敦金融城裏開出天價保單的精算師們，他們的腦海裏已經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極其悲觀的風險概覽模型。戰爭險的費率或許在和平時期會微調下調，但絕不會回到從前那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時代。每一次海運費用哪怕是最微小的上升，都會通過層層集裝箱和郵輪的傳遞，最終變成你手中那杯清晨咖啡、那台最新款智能手機、那道維持你家裏冷氣的電力，絕對無法抹去的通脹隱形成本。最後，這是全球供應鏈的極度內卷化與陣營化割裂的加速。經歷了這次海峽驚魂之後，每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主權國家和跨國商業巨頭都會深刻意識到，過去30年裏被奉為圭臬的效納至上的即時庫存模式已經在戰火中徹底死亡，取而代之的將是成本極其高昂、效率極其低下的以防萬一安全儲備模式。這個世界的物理大動脈正在變硬變脆，那些散落在全球海洋邊緣、缺乏戰略重心和母體庇護的經濟節點，正在不可避免地迎來屬於他們的慢性缺氧時代。世界的潮水已經徹底變了方向。當大國都在不計代價地瘋狂為自己的地下鹽月回補彈藥的時候，生活在孤島嶼邊緣的人們，如果還在為標準的外交辭令而隨波逐流、沾沾自喜，那將是對自己命運最奢侈的褻瀆。數字絕不會撒謊，警報早就已經拉響。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請徹底解開你對宏大敘事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還好你的資產，看清你的死穴，因為真正能夠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活下來的，永遠是那些提前看清了帝國底層帳本，並默默為自己修築了堅固護城河的稱聖者。熱與昇華歷史的長河奔騰不息，他從不在乎某個具體政客在講台上發表的豪言壯語，也無視那些寫在紙面上的和平條約。他總是在冷冰冰的物理資源爭奪和資本流動中寫下國家與個人聽水的宿命。從1973年深埋在德克薩斯州地哈鹽穴的第一桶原油，到今天霍爾木茲海峽外徘徊不前、引擎轟鳴的超級郵輪，人類文明的高度繁榮，本質上不過是一場關於戰略冗餘與抗擊打能力的極限博弈。當超級大國的防彈衣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薄，當脆弱的邊緣孤島在風暴中暴露出最致命的短板，這不僅僅是一場關於宏大中東地緣政治的冰冷敘事，它更是一面無比清晰的鏡子，折射出人性在未知的巨大危機面前，到底是選擇繼續盲目樂觀地沉睡，還是選擇冷靜地醒來，未雨綢繆。國運的興衰、財富的轉移，往往就發生在一念之間，取決於在一個所有人都在聽信故事的時代裏，究竟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看懂跳動數字背後血淋淋的真相。如果你看懂了這不地緣黑賬背後令人不寒而慄的邏輯，看清了未來全球通脹大潮與資產劇烈重組的深層陰謀，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將這個視頻分享給身邊每一個正在為家庭資產焦慮或者正站在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關鍵人生抉擇的朋友。你的每一次點讚和轉發都不僅僅是對內容的支持，更是你在今天這場信息迷霧中為理性與清醒投下的最寶貴的一票。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對這一輪全球放水戰的獨特看法。我們一同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避風港。我們下期再見。